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奇幻咖啡館，我係 Helen。相信大家唔多唔少都睇過關於世界末日嘅預言，唔知大家有冇聽過法蒂瑪聖母同埋關於世界末日嘅預言呢？喺1917年5月13號，3個牧羊小童喺葡萄牙嘅法蒂瑪經歷咗一個奇蹟。據呢3名牧羊小童話，聖母瑪利亞降臨，並且向佢哋展示咗地獄嘅景象。呢個被稱為法蒂瑪聖母嘅第一個秘密。法蒂瑪聖母由1917年5月開始，連續6個月，每個月嘅第13號都喺法蒂瑪附近嘅空地上面向呢3名牧童顯靈。當呢3位小朋友再見到法蒂瑪聖母嗰陣時，聖母同佢哋傳達咗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嘅信息。但係聖母繼續講，佢話另外一場更嚴重嘅戰爭即將到來。佢仲指出，如果俄羅斯唔改變佢哋嘅方式嘅話，將會為地球帶嚟巨大嘅破壞。1年之後，即係1918年11月11號，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呢個就被稱為法蒂瑪嘅第2個秘密。之後，聖母再顯靈，同呢3位牧童講，佢話佢將於1917年10月13號再返嚟，到時佢會揭露最大嘅秘密。喺嗰一日，即係1917年10月13號，當日有3萬幾人出現，並且見證咗奇蹟。法蒂瑪聖母向呢3位小朋友揭示咗最黑暗嘅秘密。佢話俾呢3位小朋友知，佢話呢個秘密你必須守到1960年，到時你就可以同任何人透露呢個秘密。呢個秘密到時應該直接公開俾公眾聽，而唔係話俾教宗聽。喺呢3名牧童之中，其中2個人喺1919年就死於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而剩翻嗰個牧童路西亞長大咗之後，佢成為咗修女。佢致力於保守呢個法蒂瑪嘅秘密，直到公眾知道為止。但係喺1941年，路西亞修女病咗，當時有一位主教強迫佢寫低呢個秘密，並且直接交俾當時嘅教宗。當時嘅主教就同路西亞修女講啦，你寫低呢個秘密之後，呢個秘密就唔會跟住你一齊滅亡。儘管當教宗睇到呢個秘密嗰陣時，路西亞已經好返，但係當時教宗就話啦，呢個秘密永遠唔可以透露俾大眾知，並且禁止任何人透露。當時有位牧師兼驅魔師，佢個名叫做馬拉基馬丁，佢係喺梵蒂岡工作，佢亦都睇過呢個秘密，並且發誓永遠唔會向公眾透露。到咗1990年，馬拉基馬丁開始揭露梵蒂岡嘅秘密。佢話撒旦嘅氣息已經佔據咗梵蒂岡，並且佢開始喺佢寫嘅書中揭示呢一點。雖然佢透露咗好多有關梵蒂岡嘅秘密，但係佢發誓永遠唔會泄露法蒂瑪聖母嘅秘密。喺佢生命最後嘅時刻，佢接受咗幾次電台嘅採訪，而當時採訪佢嘅人就係阿瑟威廉貝爾，一位美國廣播員。馬拉基馬丁就話啦，佢一定唔會透露呢個秘密。不過如果有人知道呢個秘密而同佢證實嘅話，佢會答佢哋正確定係佢哋係錯嘅。於是喺電台上面有一位女士就問啦，有人話當教宗若望保祿讀到最後一位教宗將會受到撒旦嘅控制嗰陣時，佢係咪差啲暈倒呢？呢位教宗係咪以為呢個秘密所講嘅教宗就係佢呢？馬拉基證實呢個係真嘅。另外一個人就問啦，第3個法蒂瑪聖母嘅秘密係咪有關於一個錯誤嘅宗教同埋反基督者呢？馬拉基亦都證實呢個係正確。儘管馬拉基發誓永遠都唔會泄露法蒂瑪聖母嘅秘密，但係佢話呢個秘密其實可以喺啟示錄嘅第12章到第17章嗰度揾到。馬拉基牧師有一個好好嘅朋友，佢係前中央情報局特工羅伯特莫羅。
莫羅成日車馬拉基去唔同嘅地方去做驅魔儀式，然後莫羅就會等呢位牧師驅魔完之後嚟接佢。有一次，莫羅分享咗一個令人難忘嘅故事。有一日，佢送馬拉基去見一位小女孩，以評估呢個細路女係咪俾鬼魂附身。當佢做完評估之後，佢確實呢位細路女需要驅魔。莫羅話，當馬拉基返車上面嗰陣時，佢見到呢個小朋友做出一個好可怕、好卑鄙嘅動作。喺呢次互動之後，馬拉基就死咗嘞。呢位牧師仲未對呢個細路女進行驅魔。莫羅同埋馬拉基嘅朋友話嘞，馬拉基話佢俾一個實體推咗落樓，因而造成頭部受傷而死亡。Dolores Cannon 喺美國成名嘅前世回溯嘅催眠治療師，佢喺呢個職業生涯跨越咗差唔多50年。佢出咗好多書籍，其中一本佢著寫嘅書叫做《錯綜複雜的宇宙》。喺呢本書嘅第3卷之中，佢講到基督第2次降臨唔係話耶穌轉世到另外一個人體，基督嘅第2次降臨實際上係指係人類達到咗基督嘅意識。基督嘅意識被認為係智力發展同埋情緒成熟嘅最高狀態，呢個係作為更高宇宙系統一部分嘅更高自我嘅認識。有學者話，好多人細嘅時候認為上帝係一個雲中嘅人，其實上帝佢係代表能量，代表萬物之中嘅動物。呢啲都係觀點，以及我哋如何選擇理解同埋接受呢啲觀點。上帝唔等於要崇拜某人或某事，而係一種集體嘅能量意識。有學者認為啟示錄可能係寫於西元94年至96年之間。儘管大多數基督教傳統認為啟示錄係由門徒約翰所寫，但係考古學家就話啦，啟示錄係冇確明約翰嘅身份。有學者話，啟示錄描述嘅事件係發生喺亞細亞7個特定嘅教會社區。啟示錄好少直接引用舊約，不過幾乎每一節經文都喺度暗示或者呼應住舊約經文嘅思想。超過一半嘅參考文獻係嚟自但以理書、以西結書、詩篇同埋以賽亞書，其中但以理書嘅數量同埋篇幅為最多。而以西亞結書嘅影響力為之最大。由於呢個係以典故而非引述形式出現，所以好難知道作者使用嘅係希伯來文定係希臘語版本嘅希伯來聖經。約翰話呢個啟示係一個預言，預言即係上帝通過先知所講嘅說話。呢個啟示錄嘅預言係以一封通函嘅形式送俾古羅馬亞洲省嘅7個教堂。呢封通函其實係針對1世紀嘅教會所寫。雖然呢本書對後世嘅基督徒亦都有唔少嘅啟示，不過佢嘅意義必須首先由約翰時代同埋地點嘅歷史背景開始。約翰話佢被流放到拔摩島，喺嗰度佢見到復活嘅耶穌企喺7盞嘅燃燒嘅燈之中。喺呢個預言入邊，耶穌傾到每個教會面臨嘅具體問題。有啲人因為財富同埋富裕而冷漠，而另外一啲人就喺道德上面妥協，亦都有其他人仍然忠於耶穌，遭受到騷擾同埋迫害。耶穌警告佢哋就話啦，教會將面臨災難，迫使佢哋喺妥協同埋忠誠之間做出抉擇。有學者話，啟示錄係約翰被賦予同埋訓示為人寫下嘅一系列異象嘅記錄。好多人只限於用眼睛同埋用感官感知東西，但係有咗呢個神聖嘅啟示，我哋可以由天堂嘅角度見到地球上事物嘅真實本質。所以有一啲睇起嚟好似有價值或者美麗嘅東西，實際上係毫無價值同埋醜陋。同樣看似失敗嘅東西，實際上係勝利。又或者有啲微不足道嘅東西，實際上係非常之有價值。馬拉基馬丁話，法提瑪聖母嘅第3個秘密可以喺啟示錄第12章到第17章嗰度揾到。
咁我哋即本好粗略咁睇一睇啟示錄第12章到第17章講啲乜嘢。第12章就話啦，一位身披太陽、腳踏月亮、頭戴12個星嘅冠冕嘅女子，生下咗一個將統治所有國家嘅兒子。一條龍試圖吞着呢個兒子，但係呢個兒子被帶到上帝嗰度，而呢個女人就逃入咗荒野之中尋求庇護。天使米高同埋佢自己啲天使對付龍同埋龍嗰啲天使喺天堂之間戰爭。呢條龍被稱為撒旦，佢被打敗並打落到地球。佢追趕個女人，但係呢個女人係受到保護嘅，所以撒旦就同佢啲後代話啦，我要對嗰啲遵守上帝誡命嗰啲人發動戰爭。第13章就話啦，一隻野獸喺海中升起，有7個頭同埋10個角，類似豹、熊同埋獅子。呢隻野獸被賦予咗權柄，並且褻瀆上帝。又有一隻野獸喺地上面上嚟，有2隻角，好似羔羊，講說話好似個龍。而呢隻野獸引誘世人崇拜第一個野獸，而第2隻野獸規定呢啲人必須打上野獸嘅印記。第14章就話啦，羔羊同144000名跟隨者一齊去到錫安山上面，有3位天使宣告信息，一位有關永恆嘅福音，另外一位有關巴比倫嘅淪陷，第3位就警告人們千祈唔好接受野獸嘅印記。第15章就講有關7位天使承受咗7種災難，呢個係上帝最後嘅憤怒。嗰啲戰勝野獸嘅人唱住摩西同埋羔羊嘅歌，天堂嘅聖殿打開咗，露出咗約櫃。第16章就講有關上帝非常之憤怒，傾瀉咗7碗，造成大海同埋河流變成血、灼熱、黑暗，以及前所未有嘅地震，幼發拉底河乾固咗，將巴比倫分裂為3個部分。而第17章就話啦，一位天使向約翰展示咗妓女坐住一隻朱紅色嘅野獸，呢隻野獸有7個頭、10個角，佢哋會攻擊妓女並毀滅佢，之後就實現上帝嘅旨意。而妓女就代表巴比倫。等我哋快速總結一下呢啲內容。聖經由一條引誘夏娃嘅蛇開始，到咗啟示錄已經變成咗7頭蛇獸。呢個野獸變得如此強大，最終會迫使每一個人喺額頭同埋手上面都留下咗印記。額頭同手通常被解釋為思想同埋行動。唔知大家知唔知道佢所講呢個標記係一個數字，呢個數字就係666。其實喺原文之中，呢個數字係用希伯來語所寫，哇哇哇。如果翻譯成英文呢，就等於 www。唔知大家有冇聯想到啲咩呢？喺啟示錄亦都講到巴比倫，好多人認為巴比倫即係我哋現今嘅城市，亦都有人經常將巴比倫解釋為權力體系。又有學者話，即係話政府取代咗上帝嘅地位。喺啟示錄亦都講到羔羊同埋144000個靈魂企埋一齊，羔羊就代表基督。正如之前我哋提過，基督亦都可以被認為基督嘅意識。基督嘅意識基本上就係基督試圖教導人，令佢哋充分體現自己嘅教義。而7頭獸呢，被解讀為國家嘅惡魔同埋強大嘅權威。正如啟示錄話，佢話佢哋敬拜嗰啲可以俾野獸能量嘅龍。咁佢哋敬拜嗰啲野獸係邊個呢？邊個可以同佢哋戰爭呢？然後佢亦都講過7碗，有學者話代表病，直到我哋世界末日。其實啟示錄同埋洛查丹馬斯嘅一啲預言有啲相似。洛查丹馬斯嘅一啲預言都係有關戰爭、瘟疫同埋反基督者。洛查丹馬斯係1500年代著名嘅黑死病大流行期間嘅醫生。喺佢生命嘅後期，洛查丹馬斯開始出現一啲心靈嘅幻象，而佢開始記錄呢啲幻象，後尾就成為咗佢嘅預言而出版咗。呢啲預言被寫成絕句，
絕句基本係一首4行嘅詩，有啲似謎語咁樣。洛查丹馬斯預測咗有3個反基督者，第一位就係拿破崙，第二位係希特拉，第3位反基督者佢就冇講到係邊個。本書就係話到呢位反基督者係生於星期四，而出生地點應該係中東附近。而第3位反基督者將引發第3次世界大戰，呢場戰爭會持續長達30年。導致大量嘅死亡同埋破壞。然而呢個仲唔會係終點。據《太陽報》報道，真正嘅結局係洛查丹馬斯所說嘅最後嘅大火，一系列滅絕級事件，可能包括火山、地震。雖然佢冇寫出世界末日嘅日期，但係佢嘅預測係去到3797年。法蒂瑪聖母講嘅第3個預言提及撒旦嘅氣息已經佔據咗梵蒂岡，所以叫3位牧羊小童直接將第3個信息話俾公眾知，而唔係經過當時嘅教宗。睇返啟示錄亦都提到有一條龍被稱為撒旦，佢有2個角，睇落去好似羔羊咁樣，但係呢個羔羊就講好似龍嘅說話，施行奇事引誘世人。而洛查丹馬斯預測第3個反基督者將引發第3次世界大戰，咁你又點睇呢？好啦，今日講到呢度，下次再見，多謝收睇。